政府推出兩幅分別位於黃竹坑同大埔嘅私家醫院用地，今日截標。香港大學同海外醫療集團入標，但亦都有本地財團認為招標嘅條款太苛刻而放棄競投。陳嘉敏報導。政府推出嘅兩幅位於黃竹坑同埋大埔嘅私家醫院用地今日截標，其中喺黃竹坑南豐徑佔地27,000幾平方米嘅地皮競爭激烈。香港大學話會入標，但係因為保密條款不便多作評論。仁安醫院早前亦都講過對塊地皮有興趣，計劃投資30億嚟到起醫院。院長李繼堯話差唔多有決定，但係要到下晝至可以公佈。今朝早喺政府總部，分別有海外嘅醫療集團提交文件，其中喺亞太區有70幾間醫院同埋診所，包括本地卓健醫療集團嘅富斯醫療集團，同時入標頭兩幅地。集團嘅醫院發展項目統籌陳益士醫生話，見到香港人口老化，對私營醫療有需求，佢唔肯透露計劃投資額有幾多，但就強調會提供中產可以負擔嘅全科醫院服務。都係一個比較全面性嘅服務，可以服務到市民大部分嘅需要。咁我哋相信嗰個對象都係會係一啲即係中產或者以上嘅市民啦。咁嗰個服務收費方面，我哋都因應個市場需求而嚟定。新加坡嘅萊佛士醫療集團就投黃竹坑嘅地皮，咁代表話有信心會中標。根據我哋新加坡經營醫院嘅經驗咧，咁我哋好有信心會對香港嘅融資同埋發展會有貢獻嘅。預計中文大學亦都準備競投位於大埔荃安路佔地54,000幾平方米嘅地皮。咁政府喺兩幅地嘅招標文件之中，定出咗多項嘅條款，包括要求最少要提供300張病床，當中一半要服務香港居民，產科病床嘅比例要低過2成，而30%嘅病床要提供套餐式嘅收費。而中標者必須喺當局批出土地之後5年之內投入服務。招標嘅結果會喺出年初公佈。商業電台記者陳嘉敏報道。